在康桥国际学校高中部的毕业生骑铁要来环岛，伫中华鼻头乡发生车祸，有学生受伤严重。台北101的董事长贾永哲的后生，嘛有参加这场的活动，伊嘛来透露着后生的状况。 他很好，但是他们目睹了前一班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。其实小朋友现在心里都很难过，大家的心情都觉得很沉重。因为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但是他是我孩子的好朋友，你懂吗？就是我们看到都很难过，对，都很不想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 贾永哲前几天还佫陪后生做伙来走环岛的行程，参加伊的成年礼。看这个影片，看这个相片，拢会当看出心情真袂歹。想袂到今仔日会发生严重的车祸。贾永哲讲，伊有看到车祸现场的画面，会当看出迄个冲击力真大。贾永哲讲，伊真艰苦嘛，真气愤，讲这个驾驶逆向实在伤过分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